嘿，各位台湾人乡亲，咱大家平安。即马咱时间是2024年9月7日，是咱世界台湾文化论坛第146回。今仔日如果是逐个月的头一个礼拜，就是咱的台湾文学欣赏。好，咱今仔日非常精彩，就大家看即个画面，嘛甲进前的宣传图。小可无共的所在，就是你伫即张图，一字4角字都看袂着。就是迄个阵，联络今仔日迄落咱的主讲者玉金的时阵，玉金要来甲咱讲，你就是陈雷今日去台湾人的文学宇宙。即个主题甲陈雷生就是各位拢诚熟悉，我就无加讲。毋过即张图就是看着讲，玉金连迄张相片，伊都无要互4角字出现，我就有感受着。所以我就顶摆版创出一张无4角字的宣传图，安尼对，安尼咱真期待，就是玉金今仔日甲咱，就是要安怎带咱进入陈雷生的即个宇宙因为伊的内容真侪真精彩，我就直接甲时间交互伊，各位嘛咱赶紧奉上互，就是未赴入来的乡亲，对，多谢大家，咱甲时间交互玉金。大家平安，我是吴玉金。今仔日要来甲大家讲陈雷生，我先来分享我的画面。好，即马大家应该有看到我的画面，安尼敢有？有。好。今仔日足感谢世界台湾文化论坛甲做伙来讲台语算甲王妈妈，互我即个机会，直接甲大家讲陈雷生甲陈雷生的作品。因为今仔日我会甲重点放伫陈雷生的第一篇小说，所以我就用陈雷生第一篇小说内底一句话叫做“你就是陈雷”，搁一个问点，即句话来当做我的标题。嘿，对，即句话是陈雷生伫2001年的一篇第一篇叫做《缅怀》。相信看过这篇小说的人，应该拢知影内底是啥款的故事，真趣味。我家己真介意这篇小说，所以我就甲即句话提出来，当做是我的主题。我阁有一个次主题，就是行入去台湾人的文学宇宙。对，今仔日即场就是希望讲。若是带大家熟悉陈雷生，熟悉陈雷生的作品，咱嘛来讨论看卖台湾人的文学宇宙是生做啥款？台湾人的文学特色有啥物？安尼我今仔日会分做3个部分来讲。第一个部分就是简单小解陈雷生，第二个部分实际上带大家看陈雷生的第一篇作品，过来要来分享陈雷生的小说。刷落来，咱先来看一个影片，因为我含慢用电脑，所以影片这边就是声音无对我这边无法度放出来，安尼我先劳烦恁的替我放这个影片。无问题，咱来分工。对，我无想到玉金直接开始讲陈雷生个作品，就想讲安尼无介绍到玉金，对，我无可能大家讲看到迄个就是山潭，就是玉金。对本身嘛是像咱台文出身着就是幼写嘛，就是18岁35岁进前，然后过来安怎当时开始做台湾人，即摆就是咧做台湾人，对，安尼若是详细有要讲的，大家会当保留。伊毋是唱歌的陈雷，陈雷生作品常常拢画甲落尾，本来咧笑了颠倒流目屎。伊是咱台语作家的大条，台语的罗马字会当甲规人阿嬷的腔口甲伊记录落来，用台语写台湾的故事。阿嬷拍的笋干放较久嘛，要洗。7月30号开始，每礼拜日早起10点，暖暖十门课，陈雷小说广播剧，叫你做伙来听台湾的故事。大家看到这是暖暖十门课因做的伫2023年所做的陈雷小说广播剧。这个广播剧内底就是有甲陈雷生的第一篇，拢总36篇改编做广播出。内底有专业的配音员来演出，
嘛有陈瑞生本人来甲大家说明伊创作的起因，嘛有语言专家甲文学评论的专家来解说先的小说。落尾，阁有咱随时唠台语的友志来分享因读陈瑞生作品的一寡感想。所摆我家己就是真推荐大家会当来听段段詹文溪做的即个系列。若是大家用手机翕正手边的迄个 QR code， 就会带大家去段段詹文溪的迄个 YouTube 的网站。好咱即个 YouTube 内底即个影片内底有讲到台语文学的大条，陈瑞先生是啥物人咧？好，咱就来熟悉陈瑞生。陈瑞生1939年因为老爸伫中国做生意的关系，真的是伫中国出世。1946年的时阵，转到台湾，大城市住伫台北，读西门国民学校的1年啊。1950年的时阵，搬去台南爸母的故乡，住伫市区读成功国民学校。1957年，先呢对台南一中出业，考调台医学院的医科。就去到台北。1964年的时阵，先呢台医科出业，伫东印做兵。1965年，先呢就来到美国。对我来讲是来到美国，因为我即摆住伫美国印第安纳。先呢迄阵是伫Michigan 大学做实习的医生。好，1966年到1967年，先呢有先去加拿大读博士，接续过去英国继续做研究。1973年的时阵，先呢就转到加拿大住伫即马住即个托朗托即个所在开业做医生。好，伫1982年，先呢用中国话创作228长篇小说《毕加村》。好，1982年之前，先呢就有用中国话的创作。到1982年即个时阵，先呢就决定讲，伊要甲台湾人的故事写落来。所以《毕加村》这本册内底的内容是用中国话写的，不过内底的对话，先呢就开始咧思考要安怎甲台湾人讲话迄个法度写落来。所以这本册内底的对话是用台语写的，迄阵先呢家己找到的法度，甲台语写落来安尼。不过先呢甲这本册写了，就感觉台湾人的故事要用中国话来写是真无妥当，所以就开始学写台语文。咱就看到1986年，先呢有一个第一篇作品，叫做《美丽的周老拿》，就刊伫台湾文化这个杂志顶悬。这就是先呢头一篇咱即马伫报纸顶悬看到的杂志顶悬看到的台语文的作品。这个作品是甲白色恐怖有关系的故事。自迄阵起，先呢就坚心写台语文。1987年到1994年，先呢用台文创作诗、小说加评论。这个作品伫1994年的时阵，有出版做一本册，册的名叫做《永远的故乡》。好，这呢除了写诗、写小说加评论，嘛有写剧本。1995年到1996年，先呢有两出剧本，拢实际上有伫舞台顶搬。这两个剧本是厝边隔壁甲有耳无喙这两个，这两摆伫 LA 的演出拢是大成功。好，先呢戏剧的作品伫1996年的时阵出版，叫做《陈雷台湾话戏剧选集》。好，刷落来，1999年台文界的历史有一条大新闻，就是咱台湾通讯为美国要刷去加拿大托朗托这边做编辑。会当有这个因缘，是因为托朗托会当有这个因缘，互托朗托这边来换这个台湾通讯的时间。其实背后有一个足要紧的人物，就是咱的陈瑞生。陈瑞生1986年开始创作台语文了后，先呢毋但家己写作，嘛伫托朗托这边开台文班教台文。1991年台湾通讯伫南加州创刊了后。先呢就带托朗托这边的友志同齐读台湾通讯，有一个台湾通讯读者联谊会。好，毋但带大家读台湾通讯，嘛带大家鼓励大家投稿。好，所摆伫1999年，台湾通讯要找所在会当换继续换这个台湾通讯的时间的时阵，就找到托朗托这边。托朗托这边就决定要成立一个编辑小组，好，编辑小组来换来甲这个
台湾通信的时间搭起来。嘿，所以这是1999年第69期的代志。好，过来伫2001年的时阵，海洋文库这边有出一个台语文学的系列，咱先的作品嘛是其中一本，叫做《单类台语文学选》，内底就有诗、有小说、有散文、有剧本等等。好，过来2008年向有宝记出版，这嘛是台语文历史的一条大代志。好。咱拢知影讲，乡树宝记这本册是海内外台语文读册会定定会读到的一本册。是安怎这本册遮尔要紧？就是因为伊用断点的台语甲台湾人的历史写落来。毋若是安尼，伊嘛甲台湾人走找认同的时阵，迄种目屎还有喜乐，拢写伫内底。所歹是读过的人拢学咯，嘛会诚好斗相报。海内外的台语文的读册会基本上拢会读这本册。好，过来2019年的时阵，先有3本短篇小说集出版，有阿春无做、无情城市甲贵人阿嬷这3本。即马咱看到2011年顶悬有一张相片，好，这就是Toronto的编辑小组。咱对倒手边看来是小丸子，还佫有国旗兄的牵手李延雅。啊，佫有再来是国旗兄，过来是咱陈瑞生，正手边这位是郑贤兄，好，佫有一位是因为去台湾做选无翕到的陈星旭先辈，好，这就是咱的Toronto的编辑小组，是安怎会同齐翕这张相？这张相就是因为2011年台湾通信伫Toronto这边，这是上尾一摆的编辑会议。刷落来2012年，台湾通信就要刷转去台湾做编辑，嘿，大家就同齐翕这张相安尼。咱知影讲，就是Toronto这边为第69期到212期，足足有12档的时间，这个台湾通信拢是伫Toronto这边做编辑，这是一件足无简单的代志。咱嘛知影讲，台湾通信是较大，也佫有在发行的台湾杂志。时间上久长的，会当做到这个程度，就是因为若毋是有一阵迄个时阵，无啥物人在读写台语文的时阵，就有一阵先辈因坚持要做这件代志，伊坚心要吹杀台语文。若毋是有这阵先辈，咱即马嘛无法度读到迄个时阵经典的作品，嘛无法度了解迄个时阵。台语文运动的历史，所以伫遮就是甲咱Toronto先辈，佫有咱台语文先辈，所以写嘿好，这是2011年的代志。过来咱看到2013年2013年，先咧有2篇短篇小说集佫出版，就是《红牡丹》甲《宝石婚》这2本。好，过来2016年，陈瑞生有一部中篇小说出版。这本册叫做《最后的甘蔗园》，好后来这个故事伫2019年的时阵改做白色的甘蔗园出版，为原底是4万字的故事改做是9万字的中长篇，内底写啥物咧？内底写白色恐怖的时代，无共背景的台湾人所拄着的这个风影，甲迄个时代台湾社会转变的迄个背景甲现实写落来，好。过来，咱看到陈瑞生笑甲足欢喜的这张相，好，这是2023年的时阵，陈瑞生转来台湾参加陈瑞台湾文学节，好，先咧笑甲足欢喜。这张相是我对瑞士老台语的迄个名册美作业掠落来的，嘿。先咧是安怎笑甲遮尔欢喜咧？伫迄个美作业顶悬瑞士老台语这边就有几个选择，互大家摇看卖，吼，内底是安尼写的，就讲，敢是因为先咧就是迄几工看到足侪友志，吼，侪读者来见面来交流，所以先咧足欢喜。我想这定就是其中一个因端。另外一个就是讲，有人学老先咧是台湾界上高台人的作家。所以先咧才会笑甲遮尔欢喜。好，另外一个是因为迄阵瑞士老台语因有传一个活动，就是邀请大家同齐翕影片，翕影片短片，
这个底片内底你会当朗读先生的作品，是讲把先生的作品改编做无同形式的作品来分享给大家。内底有比赛，就是有做评选若是有入选的作品，拢有放伫岁数老台语的白种野顶悬，有趣味的人会使去白种野顶悬看。内底就有一块影片是有说咧少年时代的相片。好，大家检查毋捌看过生咧少年时阵的相片对无？嘿，真诶就讲，就是内底有一个选择，就讲是毋是生咧看到家己少年时代的相片，就感觉足欢喜安尼。好，实际上生咧是安怎笑甲遮尔欢喜？咱会使等咧，就是请生咧家己本人来解说。好，这是2023年的时阵的代志。好，过来2024年，就是今年的5月，生咧有一个评论集出版，就是咱人的世界。互少年朋友的人生笔记，这本册基本上有受陈瑞生早前有一个系列叫做写互学生朋友的代志，甲这个系列收伫这本册内底，嘛有即几档新的评论拢有收伫这本册内面。好，咱接续要来讲新的，就要来讲新的底片。咱先同齐来看这张海报。这张海报就是迄阵2023年的时阵单位台湾文学节的时阵台语鸟所做的这个海报。这个海报内面有机关，毋知影大家敢知影？吼，就是中咱有看到一个台湾，对吧？这个台湾内面有字，这个字其实就是5篇陈瑞生家己景的，伊家己上喜的5个底片，吼，内底有棉花。红牡丹、宝石薰、海狗、甲鸡，好其实佫有其他的机关，大家会使有机会再佫去瑞士老台语的迄个民众也看这张海报，内底有啥物秘密安尼，吼其实这5个底片我家己嘛真介意咱即摆即个演讲在宣传的时阵，我有送一个问卷。要互大家来填写，内底就有5个问题，是甲即5个底片有关系。毋过即马写的人无讲介济，所摆就是大家即场听了，若是有趣味，佫去读，佫读一摆陈瑞生的作品，即5篇读了后，对即5篇有啥物款的想法？我有问5个甲即5篇有关系的问题吼，大家则佫来报我知吼，伫迄个问卷顶悬报我知今仔日讲袂，无法度讲着的，讲袂着的，后回咱若是有机会，再过来甲大家分享安尼。好，这个海报嘿，就是台语鸟设计，台语鸟的迄个红甲头，我有放伫正手边这边嘿，台语鸟有足济甲台湾有关系的设计吼，对，就是欢迎大家会使去因的迄个网站看卖。好，刷落来，咱就要实际上来读陈瑞生的作品这个单位文学节的时阵，我拄则有讲有一寡底片的评选，内底就有一位歌开心，伊有做一块影片，我感觉真适合摕来做咱要接续要读陈瑞生作品的一个画头，吼所摆这边就是罗番润的替我放迄个开心所做的迄块影片。落来。若讲到陈雷，大部分的人可能会先想到唱歌的迄个陈雷。毋过，伫文学界嘛有一位陈雷，伊用传调的台语在写作，记录着台湾，特别是台南这块土地的人事。今年7月休热进前，老实讲，我毋捌陈雷这位作家，搁较毋捌读过伊的小说，也是散文。好佳在，伫台语二专班的群组，同学好康斗相报，我报名乱查文溪电台举办的台语广播配音见习营，嘛顺利入选。原来这届广播剧的主题是陈雷先生的底片小说。伫
伫即2天的演习当中，大家拢有侪的收获。除了有讲师分析单位小说的内容，嘛有针对小说当中所使用的台语语词做解说。亲像“影啊因名”是指无影者、无存在的人。毋过无共所在，嘛有无共的讲法，大家讨论甲起爱笑。单位的第一篇小说内容确实真多元，有描写白色恐怖的起小花 The Unspeakable， 描写台南在地的故事传说客家讲，记录台南特别的腔口，亲像规人阿嬷写着规人的词，声母念做诗，放贴写着关庙。龙徛会伫画尾加搭，以上敢若是我粗浅的分类。虽然我还未将全部的第一篇小说看了，毋过我上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是客家讲这篇。类似咧看《细说台湾》，剧情正精彩，嘛有劝人为善会有好报。甲做人袂使上贪心的教育意义。好这就是咱会使对凯欣的即个影片内底看到就是先的作品有一个特色，就是题材真多元，嘿，有写足侪无共款的故事，嘛有在地的特色，嘿，譬如讲内底讲就是放贴这篇小说内底有讲到无共的腔口，还佫有迄个规人阿嬷，嘿是。所摆先的作品，我就简单分做遮下骹的分类，内底有讲啥物咧？有讲228，有讲白色恐怖、民主、台湾的民主，还佫有中国的问题、台语文运动、台湾的历史，也是讲人情世事、社会议题，也是较哲学的作品拢有。这其中上济的是白色恐怖的故事、甲人情世事、甲社会议题，这3个分类是先的第一篇小说内底上济量上济。好我即马要先带大家来读一篇较哲学的作品，叫做《下晡一出戏》。好，《下晡一出戏》，这是先咧伫2004年的作品。内面咧写啥物呢？咱直接来看内底2个上要紧的角色。好，咱先来读一趴，讲12点到，家己会来入去煞尾间病房111号，无声无说，连开门也无看，也无人看见。这边应该是爱写迄个轻声，好，无人看见。好。这是一个查某人，嘛是这个故事起稿的头一趴。好，这个查某人，是内底其中一个角色。另外，佫有一个角色叫做陈雨水。好，这个陈雨水，我就因为讲啥物话，我就甲伊讲的一句话，甲写出来，写伫遮，讲毋过我还未准备好势，我写还未了。好。这个陈雨水甲这个查某人是啥物款的关系？咱刷来读一趴。我来把我的Webex 刷去边啊，好，安尼我家己才看得到。好，毋过我还未准备好势，我写还未了。好，这是陈雨水讲的。好，过来这个查某人就讲，你咧写还未了，讲写故事，写故事拢有。心色的代志、艰苦的代志、欢喜的代志、好的代志、歹的代志，查某人就问讲，生的代志拢有，陈雨水就点头。查某人问，死的代志咧？陈雨水心头切一个，因为死的故事到今伊毋捌去想过，因毋捌咧，拢毋捌。查某人无欢喜，问伊。为什么无写死？为什么有写生无写死的故事？好，咱遮看到的是，就是这个查某人甲雨水对话。所摆查某人
做摆就有发生一寡代志，遮个代志就留互大家咧读作品的时阵，才阁是欣赏。煞来发生遮个代志了后，等雨水就做一件代志，咱阁来读即趴。好，讲赶紧摕笔阁写，毋敢休困，因为伊知影，这就是伊最后的故事。阿美坐伫眠床边，牵手的心情艰苦，袂理解伊。拄则险险死无去，医生吩咐爱绝对休息，袂使用头脑，讲袂听又搁在写。好，大家读到遮，是毋是感觉足大胆对无？嘿，是我家己咧读即个故事的时阵，就是感觉满足，是安怎会感觉有一种满足？就是讲，一个作家，伊要伫伊的故事内底写死的秘密。咱若真足想陈雨水即个名是安怎来的？嘿，搁真足想即个故事内底发生的代志。就会看到一个作家，伊若是毋是对伊创作的即个状况，感觉真满足，伊无法度写出即款判生死的故事。嘿，所以我家己读到即篇故事的时阵，有就看到一个台湾的作家，伊足大胆、足自由，在伊创作的空间，要写死的议题，嘿。嘛体会到，就是先生的作品内底有一个魔法，就是我家己咧读先生的作品的时阵，常常有一个感觉，就是内底有一个神秘的力量。嘿，即个神秘的力量，伫我读这篇的时阵是足明的，就是我读了这本这篇小说，就甲册藏落来。嘿，我读到就咧思考，我内底读到迄个满足的时阵，我感觉我嘛感受到迄个查某人就坐伫我的身躯边。有影就是安尼，迄个查某人要甲我讲啥？嘿，迄个查某人要甲我讲，面对未来甲未知，毋免惊。我家己读了这篇小说的时阵，就有即种感觉。即个感觉是倒位来的？其实，我毋知影讲，若是我头起身就看先生的作品的时阵，就读到这篇下部一出戏，会敢会有即种想法？毋过我读这篇的时阵，大概是我读先生的小说读到第篇小说读到一半，就看到侪台湾人的故事伫先生的故事内底，好好做一个台湾人。煞来我读到这篇，就感觉这就是一个作家伫用伊家己的语言好好写作的时阵，迄种满足。嘿，我家己嘛伫即个过程享受到迄种满足。嘿。所以，即个查某人到底是啥人咧？嘿，就留互我遮就莫讲互明，大家去看作品的时阵，就知影讲，嘿，就家己去欣赏，即个作品内底要安怎甲咱讲，即个查某人是啥人？嘿，好，甲生死相关的作品，真诶有记这篇是真诶家己上喜意的，嘿，过来就是有天才，阁有杨威等等遮个作品。拢是甲较特学的甲生死有关系的故事。好，真诶足够写即种生死，阁有过去甲现实的即种时空交流的议题。好，咱要讲真诶作品的时阵，常常会讲伊就是题材真多元，对无？嘿，共款要写生死，真诶阁有啥物款的作品咧？咱即马来看另外一个一篇小说。叫做放贴，好，放贴这篇小说，若是读过的人，定着袂记伫内底发生啥物代志，好，嘛读过的人嘛知影讲放贴这个名就是真刁工，伊要讲放贴对无？咱就想着喜事，实际上内底就毋是咧讲毋是咧讲喜事，咧讲死的代志，好，有人会甲这篇小说当作是鬼仔故，嘿对，好，咱内底即个故事内底是咧讲啥物咧？就是要讲一对新人，即个因要办喜事，就爱放贴因要放贴的时阵，就出车祸，好，所摆就人就去毋过因也是有甲因放贴的即个任务完成。上尾因送互即个新郎的万捷，嘿，万捷收到贴伊拄着迄两个
到底是人还是鬼？咱大家去看作品的时阵就知影。嘿，万劫受到贴吧了后，对伊的人生有啥物款的影响？咱即马来读故事的一趴。伊讲，来看，我 Webex 搁刷一下。好，讲拖拉库也毋是驶偌紧，离关庙出去无偌远遐，为车路撞出去，争着大树，毋知争着倒位要害，无流血也无破血。万疾穿西装穿济济，一仙人好好坐伫遐，坐伫车里，现场死去。火也讲是一只红色的乌托邦驶足紧，毋知为倒位来，雄雄对面冲来。一个少年载一个查某囡仔伫后面，就是要闪迄乌托邦，拖拉库雪撞出去，争着大树，乌托邦无停落来，飘咧做伊去。好，咱读到遮就知影万一出代志啊。嘿，过来是安怎呢？过来讲，结果警察嘛找无着，不如个全普通时甲万疾火啊，拢有熟悉。看伊即日西装披下济济，感觉古怪，身躯甲顺落地仔内底摸着一张贴仔，就是成啊管啊的结婚请帖。看迄好日，咱人8月初10，一日都无差，对就是迄日。好，大家感觉未感觉？这就是一个鬼仔故。好，是安怎？我未感觉这篇毋是鬼仔故，咱等下解说。嘿，咱先来看，就是这篇小说有啥物款的特色？好，拄则咧放迄块影片，就是郭开兴这次做的迄块影片，有讲到这篇小说内底有对话的部分，有甲关庙龙徛即个所在，因讲话的话尾会加大。嘿，因为我今仔日拄好无甲对话甲摘出来，所以咱无看到迄个部分。好，大家读小说的时阵会讲小可注意一下。嘿，另外就是安怎关甲城会出车祸，就是因为龙徛甲关庙即个所在的地形就是弯弯翘翘。嘿，所以先呢，作品内底就是有甲遮的在地的特色写落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要讲，咱今仔日的主题就是先的作品真多元，伊要写这种生死的故事，伊会当写较适合的迄种较温柔的，咱拄则读到的。咱即摆看到的就是，敢若描述一个鬼仔故的即个故事，对无？嘿，就是题材真多元，好，无共形式的创作。好，过来要来讲，是安怎？我感觉这篇小说袂当讲是一个正版的鬼仔故，咱若是一个正版的鬼仔故。这个所在，好，咱来读这句，就是一个少年载一个查某囡仔伫后面。若是正版的鬼仔故，就袂安尼写，伊就会写讲，直接写讲，就是看着成啊，在关仔伫后壁。我大家去骑舞陪吼，足恐怖的。好，毋过咱即摆读到的是一个文学性的，伊有无神仔的色彩的一个文学故事。嘿，所以我家己在看这篇小说的时候，我袂甲分做是真正就是正版的鬼仔故。嘿，这是鬼仔故甲咱用文学，这是鬼仔故甲文学创作的手路的前差安尼。好，先咧描写遮的就是西史，还佫有迄落迄落时空交流的故事，对无？咱读到较温柔、较适合的，佫即摆佫读到一个有无神仔色彩的，刷落来咱来读一个。佫较无共款的故事，嘛是咧讲时空交流。好，对，即个是赖子大出的时阵。好，赖子大出的时阵，即个牵头就无遐尼刁工。嘿，大家听到赖子就想到迄个甜母的迄个滋味。佫赖子是啥物款的色水？就是红的。嘿，赖子大出的时阵是啥物季节？是热人的时阵，就是迄种青春爱情正在发展的迄种小路的感觉。嘿，这篇小说就是说咧要写爱情故事，是安怎会写这篇小说？其实一个作家就是定定咧思考人甲人之间的事故，佫有性命，对无？甲伊所想的迄个
故事写伫伊的故事内底，嘿，所摆就是真诶写这篇小说有一个因端，就是伊讲宇宙是安怎形成诶，是咱自古以来就在思考诶代志，嘿，所摆真要写一个甲爱情有关系诶故事，伊嘛甲即个时空交流。用即个时空交流的手路写伫伊的故事内底，好，咱即马就来读即趴。伊讲，就是即个谈恋爱的少年，伊就讲，这是啥款缘分咧？我知影会使讲，这是命运注定的。毋过命运是啥货？或者像大学上尾年迄个美国普林斯顿转来的教授讲的，事实有几偌个宇宙。伫遮诶满亿满万算会了诶宇宙中间，有另外一个甲咱即个宇宙共款，是毋是？虽然因离开真远，嘛有原仔会相遇，时空交流，互咱经验着，袂输亲像在做一个梦。吼，大家当对即个少年，伊咧想，伊是安怎甲伊心爱的。相遇诶，即个时阵诶，迄种甜蜜诶心情，嘛看到就是咧讨论时空交流，嘿，要讲时空交流，想到那是，就是中华民国文艺界有一个作品是2011年诶时阵出现诶，就是足侪人咧讨论足兴诶，毋过咱真诶这篇小说是当时咧写，就是2003年。真诶就有即个甲时空交流有关系诶故事啊，吼，好，咱拄则讲就是先咧写无共主题诶作品，就是用无共款诶手路、无共款诶主题，甲写伫一个故事内底，这是先咧上材料诶。即马刷落来，我要搁较深诶来讨论一篇小说，这篇小说叫做春天线尾面。这个故事是甲白色恐怖有关系，是先咧创作的迄个第一篇小说内底诶，其中一个就是较大较济的一个主题。吼，毋若是讲白色恐怖，伊嘛要讲人情世事。嘿，所以这两个大主题就是拢是先咧作品内底较济安尼。好，咱先来读故事的头一趴。故事头一趴是安尼讲的：读遮后，下捌甲我讲。恁母啊，安尼一世人有值啊！我知影即句话是乌鲁性啊的心内话，性啊的代志表面上头到尾完全失败，毋过在我想也有真济稀罕宝贵的好处。不管如何，应该有一个较明白合情的理由来交代。互伊了解为虾米，安尼或者伊会当来用来背回讲贵啊，迄毋是咱的错，小可得到安慰。好，这是故事起头的头一趴。好，这个头一趴，咱就看到故事内底4个重要的角色拢出现伫遮。第一个就是头起先讲到的这个下，刷落来是这个讲话我，搁有是性啊。甲贵啊，这个性啊，甲另外咱拄则看到迄个性啊是无共款的，吼，性啊甲贵啊，好，春天线尾面要讲的，就是贵啊甲性啊，因两个人的故事，因两个人少年的时阵谈恋爱，毋过性啊因兜就是因为白色恐怖，受到白色恐怖的影响，因兄哥迄个风啊，就互掠去，性啊走有理。毋过，伊想要转来看贵啊就甲赶走，嘿，贵啊就是牺牲伊家己的感情，要甲赶走，伊要保全即个人的性命。好，所摆即个故事头到尾，贵啊的朋友就是即个下，伊拢知影，嘿，贵啊的后生，毋知影即件代志，毋过讲故的法度是对后生来讲好，后生自细汉看到因老母。就感觉因老母是一个无感情的人，嘿，拢无爱讲话食饱就走去房间里，嘿，敢若袂晓笑，感觉伊是一个欠感情的人，嘿，
咱在看即个故事的时阵，头起先嘛有讲到，另外一件代志，就是即个后生在讲因老母无感情即件代志的时阵，另外一个故事的线是，就是后生当初即个镇啊，因老爸就是白色恐怖的受害者，嘿，就是即两条线同齐咧进行，好，啊，刷落来，规个故事讲了，就是因后生才知影讲哦。当时啊，因老母毋是原底就是无感情的人，欠感情的人，嘿，伊是有感情，煞因为受到即种历史的暴力，才互伊变做一个无感情的人，安尼，嘿，好，我即个故事读了，头壳内底第一个咧想的问题是，是要写感情。也是要写政治，即个故事的重点到底是倒一个？嘿，我若要分类的时阵，要甲分做是倒一类？嘿，要解决即个问题，就要来想另外一件代志，就是贵是主角，也是性啊。因为即个故事内面，伊用后生的角度在讲故，用后生的角度，咱看到就是基本上是贵的故事，毋过敢若毋是完全要讲贵的代志。嘿，对，因为性啊，若无性爱的故事，嘛无即个后壁即个白色恐怖发生的代志，性爱的故事即个部分，就无法度甲即个故事讲清楚，对无？嘿，所摆这就是一个广告的法度，咱先来读后壁上尾拍，上尾收尾即个故事，好，收尾即个所在，嘿，伊讲尾啊，有甲我说明。即个性啊，住伫屏东，前啊事业做大咧，开几啊间百货公司，家己一个狗担无带，担即个老伙仔一世人专情，遮尔单纯，即马人生会使少日啊，就亲像即站的天气，春天煞尾面，甲青春的少年共款，原在10分的自信。因为真知伊的心早着，互人收袂转来。好，头到尾安尼咧看，其实头尾的迄个重点看起来是性啊，对无？嘿，所摆咱来分析这篇小说。广告的角度是对后生来讲，对吧？后生来讲，咱咧读这个故事的时阵，大家会使想看觅，就是会当讲这个故事的人，若是要用。第三者的角度来写即个故事，其实有下，因为伊自头到尾拢知影即件代志，有下即个人会当来讲故。毋过是安怎作家要选择用后生即个角度来讲故？嘿，就是要甲对毋知变作知，嘿，即个角度甲写出来。伊讲内底有一句话就讲，毋是生性无感情，伊是满腹的感情，互残忍的恶火烧臭火打去的人，嘿，即个对毋知到知的过程，才会当甲政府暴力的引端，甲写甲较明。若是自头到尾单纯对头到尾安尼甲故事讲出来，咱就无法度看到迄个对毋知到知的迄个转变。嘿，咱阁想一个，这是。好，咱在看故事的时阵，是看到贵后生在看因老母的故事，对无？对，毋知到知。其实即个背后要讲白色恐怖的代志，敢毋是就是亲像阮即样呢？嘿，在看白色恐怖的故事，在看白色恐怖发生的代志，对毋知到知的即个角度，敢毋是有共相像的即个过程？这就是。作家咧创作的时阵，有甲即个甲即个伊想要讲的代志，用伊想要讲的即个理路写伫故事内底，嘿，用故事的手路写伫内底，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若是安尼，即个故事到底是甲性啊较有关系，是性啊是主角，还是贵啊是主角？好，咱就爱来看咱头甲尾。迄两趴要学到的是啥人？吼，咱搁倒转去看上尾即趴，就是
伊有讲，就是最后一句话，伊讲，因为伊真知伊的心早着，互人啊收袂转来。若是即个故事是贵啊的角度，即句话应该就袂安尼写，因为我家己咧读故事的时阵，我读到遮就是，会小可顿地，就是即个角度是性爱的角度呢，规个故事拢在讲贵啊。是安怎对一个无感情的人，吼啊了解实际上伊毋是无感情的人，啊，毋过落尾即句的角度是性爱的角度，是安怎讲呢？若是即个故事要用贵爱的角度，即句话安怎讲？即句话应该会讲哦，因为性爱因真知，就是贵爱，啊，佫会记伫伊，所摆贵爱即世人有价值啊，对无？嘿，啊，毋过后生是安怎讲的？后生是讲。恁阿母、恁老母一世人，即世人有价值啦。恁母啊，即世人有价值啦。即句话毋是要学落因老母牺牲家己的感情，是要讲性啊的专情，要学落性啊的心内话，要学落性啊，伊真知伊的心早着互人啊收袂转来啊。好，对，所摆就是美角伫遮嘿，啊，我家己甲读即篇小说的时阵。是甲即篇分类做，就是较属于人情世事的即部分，因为伊的故事主要是要讲性啊甲贵啊的感情，嘿啊，咱伫即个短片内底看到的是主要是贵啊发生的代志，所以其实我真想要知影性啊到底伊这几落档嘿是咧做啥物啊？有发生啥物代志嘛？就想要知影性爱故事即部分，嘿，啊，性爱故事，咱伫白色嘅甘蔗园即篇即个中长篇内底就看会到，嘿，性爱故事继续讲，足精彩，嘿，好，所摆拄则读咱读到的即篇是春天煞尾面，嘿，甲人情世事较有关系，啊，甚至甲人情世事较有关系的故事，啊，佫有先生嘛。二战林凤娇，我家己嘛真介意即篇，嘿，啊，佫有广告小火车，广告小火车内底诶故事，是讲一个查某囡仔，啊，即个故事嘛有写伫白色嘅甘蔗园内底，嘿，就是白色嘅甘蔗园，就是要甲白色恐怖迄个时代，台湾人拄着迄个风影，啊，佫有迄个社会转变的迄个现实，甲写伫内底，嘿，所摆广告小火车即个故事嘛有。嘛有较完整诶，伫白色嘅甘蔗园内底看会到，啊，佫有达有港等等。好，啊，咱若是要讲白色恐怖诶故事相关诶，有先咧头一篇第一篇小说《美丽诶钟乳拿》，啊，佫有起小花，好，这嘛是开心做迄电影片内底有讲到诶，The Unspeakable 这边我无写，啊，佫有图书馆诶秘密，图书馆诶秘密这篇小说是伫瑞士老大去迄摆。办迄个台湾文学节的时阵，大家感觉就是上适合互高中生读的单位生的作品。嘿，所摆这篇就是嘛加推荐，就是你若是真正完全毋捌读过生的作品，也是讲你是教学现场的先生，希望讲会当带囡仔同齐来读台湾的作品。其实图书馆的秘密这篇是真好读的一篇，啊嘛真有意义的一篇小说，好推荐互大家。好。我看，即马刷落来，咱讲着先咧，创作真多元，嘿，啊嘛一步一步，咱讲着先咧，较济诶故事诶迄个类型，就是甲白色恐怖、甲人情世事遮较有关系诶故事。啊，我讲上济啊，所摆我即马要带大家来看一个影片，即个影片是我参加北加州读册会，大家讨论诶。时阵的状况，好，互大家看，就是读册会实际上在讨论的时阵，是用什么款的法度，是来讨论这个作品。啊，这边就佫劳烦阵呢，替我放迄个第34页的这边的影片，老大。我介意一句，赤牛因查某孙花影18岁，99公斤，听到大树讲会减肥。爱水也来参加。迄个模型啊，3档前捌断细条脑筋，甲人电，甲恁讲恁毋信。较早我不时必结，即马逐志行路，
放屎规条的，通到菜市仔去。台南大箍有糖尿病，也讲实在有好，我糖尿减几若度，一人讲一嘴。有诶讲，有诶好困眠，有诶好困眠，有诶好放尿，愈讲愈勇，无想着减碳，阁会顾身体。因咧等因家己减碳了后有啥物效果，有啥物利益诶，即部分真正足趣味诶。今仔日诶摘要是我做诶，即篇是大树公，在讲即个小所在，土海人迷信，北边有将军庵。西边有镇海经，孙阿公阿嬷即缘的时代，也有一个拜大树公的传统。这传统为日本时代传落来。讨论问题我写的，头两个问题，大树公会互你想到啥？若是你，就是你若是甲一丛树啊有遐尼亲的关系，你敢会想要做啥物代志？来救这丛树啊，安尼，感觉讲迄个单位生是想要讲啥？我家己是真正有介意这篇小说啦。迄个树啊，其实就代表这台湾意识，这中华民国来的时阵，嘛是共款，就是讲爱错树啊，就错树啊，讲你代表是这抗议的意义，都互人讲起安尼。日本人甲中国人对台湾的伤害，就是比起来，中国人的伤害更较严重安尼。而且就是过几十年了后，当初迄日本人就是对台湾就是造成的迄个伤害，已经拢差不多要好啊。结果佫互迄个中国人安尼做者，就规丛险死去安尼。会互即个故事一站一站带入去，就头起先是感觉是环保，要讲环保的议题。煞来要讲老人养生的议题，过来阁要讲科技，煞来阁讲着抗议阁是社会赞助的议题，落尾才知影，就是要讲日一版，因为即丛大树，我嘛是感觉即丛大树就是台湾意识。好，即块影片是因为我有参加单慧玲导演，伊有开纪录片的课程，就是有属地爱做，我就想讲，会当用咱北加州读册会这边咧读陈瑞生的作品的时阵的一个状况来做即块影片，嘿，若是这家己是我家己想要做的代志嘛，希望讲会当借即个机会，互当这上课的。友谊朋友，袂当说友谊，当这上课的朋友熟悉陈瑞生安尼，嘿所摆就有做即块影片，内底看着我看哦，内底看着这是北加州的读册会，好，这篇小说叫做《大树公》，好，北加州的读册会，我家己头起先咧读陈瑞生的作品的时阵，就是参加北加州的读册会。北加州的读册会，我有放伫正手边，嘿，正手边大家看到一个红仔票，迄个红仔票，若是用手机翕一个，就会带大家去因的迄个注册的网站，内底有足侪台语的课程嘛推荐互大家。嘿，左手边是金南书院，咱即摆看到的遮的北加州的友谊，因有成立一个基金，成立一个组织，毋是足确实是啥物款，其实敢是基金会，就是是迄个金南书院，金南书院就是鼓励台文的创作者创作，所摆若是有趣味的朋友，嘛会使去金南书院因的迄个网站看卖，倒手边即个是金南书院的网站，好。即摆要来讲大树公这篇小说。大树公的主题是日版，所摆我想要用一点仔时间来讲日版这件代志。好，
28，拄则要讲小解我家己对无？嘿，我是解严世代，就是我伫学校读册的时阵，课本内底是读的着台湾史的。啊，毋过我后来才知影，迄个台湾史是中华民国要互我知影的台湾史。中华民国的课本内底有讲228，毋过伊是安怎讲？伊是讲这是族群的冲突，是无法度避免的。好，啊，无讲，毋敢讲啥物人是加害者，毋敢讲啥物人是受害者，是安怎会安尼？嘿，啊，这是课本读到的物件。若是社会大众对228是安怎想咧？我即下呢，就毋免讲有真侪人，其实想到228，敢若想到会当休假即件代志，迄就毋免讲啊。啊，若是真正有讲到即件代志，讲到228，逐摆就讲这就是咧就是咧操作族群，嘿，啊要迫害族群的和平。逐摆讲到228，就要讲比情。我想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安怎讲228的时阵无比情？咱的空喙着还阁在流血，叫咱袂使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赞处是好，无爱讲比情，安尼228的故事，咱会当安怎写？会当安怎讲？所摆我家己咧读大树讲这篇小说的时阵，就是看到先咧要安怎讲228，要安怎讲台湾意识，嘿。内底有一群老伙仔，因拄着一寡问题，啊，甲大树有关系，啊，迄个大树因就是要保护迄丛大树，嘿，啊，拄着足侪问题，这个问题因着一站一站要处理，啊，这个一站一站要处理问题的过程，其实就亲像因一站一站要治疗因心肝内迄个创伤，嘿，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咧读先的作品的时阵，其实读文学作品拢是安尼，就是你会感觉有一个音乐对咧行，嘿，啊，我咧读这篇小说的时阵，就是甲我伫迄块影片内底做迄个背景的音乐是共款的，就是感觉有一个有一撮光线伫遐咧引出，嘛亲像就是咱台湾同事内底讲，暗暝也有光迄种感觉，迄种感受是足温暖的，是就是拄则大家听到迄个 melody， 嘿，就是我咧读大树讲这篇小说的时阵，就是迄种感受，嘿。所摆这是先咧写228的法度，先咧228的作品嘛有其他的作品，就是咱知影大家咧经5篇上介意的底篇，一定讲到红牡丹。红牡丹这篇有真侪会当讨论的美感，嘿啊。除了迄篇，我家己嘛真介意这篇，嘿，就是用无共款的法度来写228，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伫这篇小说内底看到台湾阿公，就是好好做一个人的台湾阿公是啥款，嘿，伫中国话的作品内面，我无法度看到一个完整的台湾阿公的形象，就是咱会感觉讲。伊就是有一个中华民国的制限，甲北个的迄种感觉，无法度好好做人。无是安怎咧？就是因为你故事会因为迄个语言，你就会断赞的迄种感觉。所以，我伫新的作品内底，看会到的是用家己的语言好好过日，拄着创伤，家己想法度要解决遐个问题。迄种足勇敢的台湾的阿公阿嬷的迄种形象，嘿，这是我介意大树讲这篇小说的另外一个因端，嘿，好，咱就借大树讲这篇，还佫有咱拄则讨论遮的重点，刷落来，咱就来讲新的作品有啥物款的特色，好，单位作品的特色，用第一条就是用简明的文字。铺排复杂的情绪，好，
这个简明的文字，咱会使小可讨论一下。就是我知影讲，咱即马若看到甲单位线有关系的小解，就会讲用较口语化的法度来创作。我对口语化即个意思有一寡意见，嘛参迄个读册盘讨论过即个问题，就是讲敢是因为咱要吹杀台语文互，就是无原底无咧读文学作品的人来读遮个作品，才会讲是口语化。啊，毋过实际上咱想看觅，就是其他文学作品无共语言的文学作品，敢毋是嘛是用咱生活中的语言啊，要铺排即个故事，才是作家的法度，对无？一个文学作品会当咱感觉好读，还是讲精彩，是因为伊咧铺排迄个故事的法度，伊有才调，咱才会感觉好看。嘿，对。所以就是即个口语化，敢是咱为着要吹杀台语文，才选择要用即个角度来讲新的作品。啊，这敢有法度真正互新的伫作品内底所展现的迄个才调，用口语化敢有法度甲咱看到迄个才调讲出来。嘿，所以我家己会对口语化的即个特色，我家己会安尼讲，就是真的是借简明的文字来铺排复杂的情绪。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特色是古清晰的故事，吼，就是咱拢知影的厝边隔壁的迄种故事，要讲沉重的历史，这是第二个特色。好，过来是写实，现在写实是毋若是写历史的事实，嘛写社会的现实。好，另外一个就是咱今仔日直直讲的，就是题材真多元。这个题材真多元，伫台语文的历史有一个足要紧的关键，就是会当分化，咱看到这个作品会当分化台语文的境界。好，到这我先啉水茶。到这咱读到即四个重点，是普通咱咧讨论陈玉生的作品的时阵，常常会讲到的特色。刷落来，我要讲另外一件代志，是中华民国无想要互咱讲，中华民国无想要互咱知影的代志。咱咧讨论文学作品，一定会讨论到伊的时代的意义。譬如讲，西方的现代主义是安怎会出现？就是因为因咧工业革命的迄个时代，咧思考社会的变化，啊，因甲迄个社会的变化，迄个不安，也是讲因看到的迄个现象，写伫伊的作品内底。好，啊，西方现代主义是安尼出现的，咱才会讲哦，即阵人咧写这个作品，甲正经无共款，哦，因就是一阵咧写现代主义的作品的人。好，啊，中华民国在讲中华民国文学的历史的时阵，嘛会讲到现代主义，因会讲是安怎呢？现代主义出现伫中华民国，是因为有一群人因无想要写反共的文学，所以因才借西方的现代主义要来创作，啊得到讨棒，吼，会安尼讲。啊，咱若是要甲新的作品放伫一个时代的意义，要来讨论新的作品，咱会当安怎讲？这是七大民国。嘿，就是中华民国，我逐摆爱讲七大民国，因为迄个民是合并的民，吼，七大民国无要互咱知影的代志，就是实名。好，要讨论实名的作品，有一个理论是 postdoc 实名文学，嘿，对啊，咱陈瑞生的作品，定着会当用这个角度来看，好，定着是伊这个 postdoc 小可解释一下，就是讲伊毋是后壁的意思，伊毋若是有后壁的意思，其实有真侪 postdoc 实名文学的作品是咧实名的迄个现况就创作啊，好，就是伊要思考实名的即件代志，要批判实名的迄个现况，嘿，就有即个创作，所以即个 postdoc 是有咧反省咧思考的意思，嘿，啊，即个 postdoc 实名的作品有啥物款的特色咧？咱会当简单看这几条吼，内底有讲，就是postdoc 实名的作品会写用家己的语言
去抵抗殖民的话语，好，啊嘛有定写历史，也是讲评判权力的无对等，好，也是讲要做文化的复振。这咱其实拢有伫先的作品内底看会到，对无？咱拢真知就是要讨论先的作品的时代的意义，定就是会当用即个角度来讨论。毋过是安怎，咱即马甲无法度，也是讲无看到真侪人认真用即个角度来讨论。其实就是敢是因为咱毋敢讲，咱即马还阁伫咧互中华民国失眠即件代志，即个事实，敢是毋敢袂当讲，嘿，好。所摆伫遮，我就是借先咧伫海岸文库即个系列内底即本册，伊有写一个头词，好，借先咧家己的文字来做即拍的线尾，好，先咧内底是安尼讲的，伫册内底是安尼讲的，伊讲咱台湾因为殖民地历史的关系，100年来的文学主要是强势的殖民文学，甲真弱势的母语文学。好，就是我即马写伫slide顶悬的这强势的殖民地文学加弱势的母语文学。殖民地文学用殖民者强制互咱的文学，袂输经过一块有色的玻璃画图共款，会有偏差，袂当正确。而且殖民地文学的作者甲读者，受到外来语文即块有色玻璃的制限，袂当完全脱离殖民者强制互咱的文化意识甲价值观。这就是殖民地文学甲咱族群之间会袂当拍破的界界。母语文学用咱家己的语文的艺术写咱的事故，表达咱的感情，探讨咱的心灵。无这有色的玻璃的制限，是实在的台湾人的文学，嘛才会成做真正有活力的文学。这是先咧伫册内面讲的。好，所摆就是我甲今仔日的即场讲座是建国的政治日。好，就是咱要宣传的时阵，我妈妈就有问我讲，咱即场的主题是甲建国的政治日较有关系，还是建国迄天，还是建国的建国了后的代志安尼？我甲即场讲做是建国的政治日，有2个引段。第一个展出是我拄则咧讲的遮个代志，敢毋是应该是台湾国的学生拢爱认捌的文学经典。现怎咱无法度面对，就是咱互人殖民的即个事实，逐摆讲着感觉着想着，咱头壳内底着想着迄个物件，迄敢毋是就是殖民留伫咱头壳内底毒。嘿，咱的囡仔即马伫学校要咧读啥物？因咧读啥物款的文学？敢毋是中国人的文学作品？好，用中国话写的台湾，敢是咱看到的台湾？用中华民国的史观，拄则讲历史，你若是徛伫迄个史观咧欣赏文学，迄敢是敢真正是咱想要台湾国的囡仔读到的文学？嘿，咱台湾敢有影是独立的国家？咱敢建国啊？嘿，这是第一个展出。好，第二个展出就来思考讲是安怎咱无法度建国。好，我家己感觉就是一路安尼行过来，有一个最要紧的原因，就是因为咱无法度脱汉。咱先莫讲，就是汉字敢是咱的传统。我要讲的毋是汉字敢是咱的传统，我要讲的是，毋管汉字敢是咱的传统，汉字定就是殖民者上好用的技师，就是因要统治台湾上利便的，就是即个技师。即马咱有法度研究日本时代的历史，研究日本时代的历史，有一个角度就是讲，日本人来统治台湾的时阵，因就是有
这汉字诶即个字边来留来买收台湾迄阵有头有面的人，嘿，咱拢知影即件代志是事实。毋过中国人用共款的法度要来甲台湾统治的时阵，是安怎咱无法度甲即件代志看互真？嘿，咱家己的文字，吼，就是即马咧我写伫即个书内图内底的白话字，包括当前就安尼咧写，好，我家己咱有咧写白话字，拢真知即个白话字的利益。嘿，毋过中华民国因咧吹杀台语的时阵，恁若是徛伫中华民国史馆拄则要讲汉字的即个问题，我想要问的是，就是会搁出一套拼音，毋过实际上因讲罗马字嘛是字，说逐摆出版的作品拢是要用汉字写全汉字，嘿这汉字就是要甲大家母死，嘿，这敢是真正有要徛伫建国的角度来吹杀台语文，嘿，对，这是我想要带大家思考的代志，嘿，所摆我家己感觉是安尼，就是咱爱互台语文正常化，生活化，正常化，要咱爱甲咱的话讲转来，甲咱的字写转来。爱做的代志足侪，嘿，有一件代志，有一个重点，就是建国上大的阻碍，毋是中国，毋是隔壁迄个，就是厝边，是用中国话讲即句话，对，就是我无想要讲，就是用中国话讲即句话，就亲像咱即马手机你写台湾，迄个车轮机就出现，对无？我逐摆写台湾，即个车轮机就家己跳出来的时阵，我就感觉足恐怖，嘿，迄个恐怖，甲咱用中国话讲即句话，是共款的，迄个恐怖是共款的，迄个毒是共款的，嘿，好，所摆咱爱做的代志足侪咱的愿望，就是希望有一天会当实现。望咱所拢得正，即句话毋是我讲的，即句话是带我来读陈瑞生的作品的吕炳汉先生讲的。我感觉即句话是好话，所摆着伫刷尾即边甲大家鼓励，就像我看大树讲即篇小说共款，毋管安怎艰苦咱希望讲咱所愿望的代志，拢会当得正。好。基本上今仔日要讲的，就是到遮嘿要好好做一个台湾人。我家己行来即条路了后，有两个所在是我常常感觉甲遮的人讲话，就有转去台湾国，有转去厝里的感觉。一个就是咱的欧妈妈，做伙来讲台语，算甲欧妈妈嘿。我家己的经验推荐互大家安尼嘿，就是欧妈妈因。收来后礼拜有2场大场的，一场是演讲一场是野餐，嘿，大家若有想要同齐来行台湾国这条路，嘿，会使去因的卖种业看卖。另外一个就是认真咧杀台语文的组织，就是打高台语文促进协会，嘿，因伫面册的卖种业叫做台文博览会。拄好台文博览会这边就是刷来后半档，刷来对，即摆就是后半档，刷来后半档就是有迄个陈瑞生的讲座，逐个月拢有一摆，明仔载就有一场，明仔载迄场因为是美国就是暗时半暝吼，我无法度参加，嘿就无采的嘿对，好，逐个月拢有甲陈瑞先生有关系的讨论嘛，欢迎大家来参加，到山顶来参加，嘿，好。我先讲到遮，因为后壁老时间，嘿对，互大家来是好，多谢玉金今日分享，真正带咱行入一个宇宙世界精彩，而且头尾上尾就是原来就是拢按好势，拢是就拄会着，真的是。
安尼刷来，咱就是玉欣分享到遮尔精彩。安尼若是大家有要讲的，就是会当来亚手安尼，也是伫对话堂啊，嘛会当敢有人来讲。问问题？啊，敢有人对，问问题？迄即马小温有讲后来唱中国话的歌着，走无还是国小还头是拄则迄对对对。我跟他讲后礼拜节目本来是吴明峰要讲这电话你还搁看？讨论好好好，这迄是甲后礼拜有关系。讲，诶是，无咱小讲趣味诶，现在是安怎迄张相？你笑甲遮尔欢喜？所以咱即马请陈律师来先来回应讲伊头过的问题，嘿。请你爱开你的麦克哦，迄个吴律师陈律师。我有听到，你有听到吼？有。哦，迄个文学节内面迄张相片吼，啥在笑到遐爽诶！其实迄阵是郑雅怡咧讲咧介绍吼，批评讲我是上高太人诶作家啦吼。我感觉即个比喻足深刻诶吼，因为咱普通有讲一句话讲，比吼，比剑较来啦吼。所以我若太人，我是讲比咧太人吼。所以伊讲即句话，我是感觉足深刻诶吼。我比咧太人吼，毋尔讲太活诶人，死去诶人，我嘛伫故事内面会使甲救活起来甲太吼。所以我是感觉足深刻，是安尼咧笑诶，多谢。多谢陈律师。大家敢有人亚手我无看？律师除了即个问题了后，你对其他玉金的迄个迄个有啥物回应？即个演讲吼，即个讲材吼，是讲了足详细吼，材料足侪我相信玉琴准备用足侪心情甲时间咧创实在创了足好，足好诶啦吼，我毋知要安怎学落。感谢陈律师。对啊，这是实在讲诶啦吼，毋是咧学落哩，是实在讲诶。感想真侪啦，不过我是简单讲几点啊吼。第一就是你讲到即个后续面的即个文学吼，即个代志吼，内面后面顶个有写几啊点，即个后续面文学即个即个特点伫遐吼，迄是写了拢足实在，我感觉足合理啦吼。咱即摆咧创的即个台语文学吼，其实是也未到后续面啦，吼，其实是咧反续面文学吼，因为即个续面的状况也缀伫咱头壳顶吼，毋过用后续面的眼光来看吼，我相信是足适合啦吼，特别是吼可能我建议啦吼。咱即摆甲咱即摆所拍拼诶，即个台语文学吼，甲看做讲是为咱方言吼，咱诶母语，互人砒上特别灭绝诶母语，为即个母语方言，伫行去到，成做咱台湾诶民族文学诶即个过程啦，吼，就是讲为方言到民族文学的路，迄是咱即摆咧行的路啦，吼，这是一点。第二吼，你讲到下晡一出戏，迄出戏吼，迄个故事我小可来讲咧，吼，迄个起源就是讲真久以前吼，迄个是陈明忠，敢是陈明忠迄块歌？对，陈明忠迄块歌吼。秀文姊送一篇诗，一块诗你互我啦。
内底有一条陈明章的歌，叫做《下晡迄一出戏》啦，吼。我听了感觉这条歌足水，迄个歌词吼，迄个嘛真水，迄的确是足重的。是。所以为遮互我想讲，我要写一个故事来配这个下晡这出戏这条歌啦，吼。所以迄个结尾就是这条歌的歌词的一部分吼。其实吼，这个下晡这出戏内底迄个主角是陈河水吼。是。其实就是我用我家己单位这个人，用伊来做替身啦。是。就是咧讲，假使有一日我倒伫门床顶像陈河水安尼时阵，我希望我经验得到诶物件是安尼啦，还是讲我咧幻想我经验到诶物件是安尼，大家咧读这篇小说内面爱注意到两个名词，就是迄两个查某人真水诶查某人。身躯拢有香味，油仔香味，迄两个查某人，这代表啥物？我即摆秘密公开出来了。这内面已经有写，一个迄毋是生甲死，一个是未来，一个是未知。对一个是未来，对一个是未知，咱大家家己来决定。好，安尼我讲到遮就安尼。若有问题，咱一个一个来回答，可能效果较好啦，吼。好，多谢。好，多谢陈雷生回应，真正真精彩。安尼来，我来看有啥物人举手。目前也未有呢。即摆也未有人举手，但是我看中光遐开 video， 伊毋知敢是。拄则明翰嘛有开 video， 就是咱对对对，也是咱先请中光遐。讲明翰有要讲，等下请准备。我感觉玉琴今仔日讲的我超出我会当想象的好啦，感谢。你咧讲，你毋是干那讲解说这几篇小说其实你有甲伊即个单位即第一篇小说遮的即个较深的即个理路你有甲整理出来你讲即个几点的即个单位文学的特色你讲即几点我拢足同意，就是讲特别你讲迄个毋是用口语是用简明的文字因为你若是完全是口语的时阵，迄个文学性会较无就无文学性咱咧写文学绝对毋是讲凊彩无经过头壳想，无经过设计讲话安尼就甲记录起来迄文学性会较低所以你用简明的文字来代替用口语我即点会足赞成你去讲伊迄个单位的即个文学的内面一个特性就是讲用即个足简单平常即个生活的即个故事来讲一寡足复杂的问题所以其实这就是写实写实毋是讲甲翕相你敢要翕相，你嘛爱翕厝镜，厝了对用即个故事讲着佮另外一点是讲着多元伊作品内面对咱咧讲探讨即个人生的意义还是讲咱即摆台湾人的即个处境以后建国的理想伊关即个台语文的运动等等拢有拢即种的小说拢诚济啦另外一点是有关即个用即个后实民主义来咧看台湾迄个单位的文学即个拄则迄个玉琴有讲着讲一寡后实民的文学、后实民的即个论述毋是讲就是独立了后较开始讲，是离咱咧想象要独立的时阵，咱就开始讲所以呢，用即点来甲看单位文学伊是属于一种的后实民的文学我是也同意即本册我即本册永远的故乡
而且才有一篇，我有写一篇叫做个别个别是民地文学写出台湾人主体文学用即个安尼来做即本即个永远的故乡即个大画头啦所以是真欢喜讲，阮30几年前安尼我看到的，这30几年后，到30年后看到的，安尼有同款的想法安尼。多谢我先讲到这。多谢两公兄分享，安尼有是就见是，但女生嘿，讲就是，对，嘿，我感觉，咱若是，我拄则有讲迄些重点嘛，都是陈瑞生的作品，大家咧讨论讲有啥物特色的时阵，就是讲文字安怎写啊，甚至有材料用写实的即个法度来，甲台湾的历史记录落来，还是讲甚至作品内底就是有另外一个是啥物？就是题材多元，啊，搁有就是讲用较简单的故事，较厝边隔壁的迄种咱知影的故事啊，去写迄个震动的历史即个部分。啊，毋过就是我感觉，逐摆看到遮的时阵，无甲先咧，互我迄个作品内底，互我感动迄个重点讲出来。其实就是咱互人识面的迄个处境。若是无甲迄个部分讲出来，其实无法度甲迄个咱看到迄个展出，嘿，甲讲出来，嘿啊，安怎样？即马咱毋敢安尼讨论，啊，也是讲咱甲即两字提出来，大家就讲哦，恁遮的人就是恐怖，嘿，莫读迄个人的作品，即奇怪的现象，嘿是。所以我希望讲会当借即个机会咧，互大家思考。啊，拄则润的讲，啊无机会，就是互我家己消费我家己，嘿，其实我家己是读台文系啊。我读台文系的时阵，无注意台语文，我感觉真后悔。对，我家己即马倒转去看，18岁进前就是感觉家己是咧做中国人。嘿，我阁捌写过迄种，就是小学的时阵，写过迄种，就是做中华民国的文章，啊阁分数足悬的。对，感觉真正家己就是迄个时阵就是咧做。咱破啊纸后壁写的迄个动作进行的中国人，嘿，这足恐怖的。嘛是会当安尼，就是行来行转来这条路，嘿，啊，歹势有声音，嘿，好，18岁之前我感觉我家己是中国人，嘿，啊，后来读大学的时阵，其实我咧讲迄个中华民国在讲台湾文学的迄个复杂，我感觉伫我35岁进前，就是接触到白话字，真正开始写白话字进前，迄个状况，就是安尼，就是我感觉家己有台湾意识，啊，毋过迄个台湾意识，敢若毋是还阁找袂着，找无路，嘿，就是我伫迄个我家己的小界内底有讲，其实虽讲家己是改严世代，毋过我感觉即条路咧行的时阵。要是失路的，嘿，就是找袂着路，嘿，安尼。啊，我家己在台文系，写论文的时阵，就有已经咧思考即件代志。我拄则有讲，咱爱脱汉即件代志。其实我感觉我迄个时阵就有咧思考，毋过家己毋知影家己等咧写安尼，嘿。我做的，我硕士论文写的就是。日本时代的台湾人，因咧写汉诗文，嘿，啊写汉诗文，其实因想要做日本人，因有一群人伊要带台湾人做日本人，嘿，啊毋过我感觉迄个因就是伫迄个互人识面的情景内底，无法度行出家己的一条路，因为因就是互人识面，嘿。啊，我做的迄个时阵的迄个论文，就是咧处理即个主题，嘿。所以我才会讲，日本时代，咱拢知影讲日本时代有要用汉诗文即个法度来甲遮个收买遮个有头有面的台湾人，即件代志咱拢看有真。汉字其实就是统治者、殖民者
上好用的家私，伊就会当甲咱讲，咱就是共文共整啊。嘿，日本时代的日本人就是安尼讲，共文共整，这个字，日本时代若讲出来，咱即马咧评判的时阵，就知影讲，迄是一个统治的手路。毋过中华民国中国人到台湾的时阵，因用共款的手路，讲共文共整，嘿，安尼拢写汉字，我嘛写汉字，嘿对，啊，咱用共一套汉字，嘿，啊，即马要来说台语，即个汉字咱要刻苦，咱用中国文献的角度来刻苦，嘿，好，安尼共文共整啦，嘿对，啊，即件代志咱煞看袂真，嘿对，我感觉就是真悲哀，嘿，所摆就是，当我就是开始真正写白话字了后，我感觉我才真正行出一条路，进前就是一直咧说，一直感觉就是毋是路，遐个法度毋是路，嘿，啊，伫白话字的世界，我毋若是读着过去的文献，甲读着过去台湾人安怎讲话，嘿，逐摆读着遐个字的时阵，就会思考讲，是安怎我无法度像因安尼讲话，我的喙齿是互啥物人夹断的，嘿对，啊，安怎样会当甲遮个话讲转来，嘿，就是逐工拢在思考遮个代志，嘿，啊，基本上，嘿对，就是对，就是甲大小解我家己啊嘛是甲今仔日个主题有小可有关系安尼，嘿，是差不多，讲遮，嘿，好赞，对，我想要多看，若无人有野手，我就会，我嘛想要就是分享拄则互玉金讲着的所在，对，就是玉金头前有咧讲介绍陈瑞生的足侪无共的册一点的时阵，讲着迄个赖子大出的事，啊嘛有介绍着就是即个系列就是安怎上尾理经就是台湾建国的前日子啊，我感觉这全部真正拢加做伙，就是因为真正足无简单，就是迄个时阵就是咧办，啊我妈妈开始决定会当对来负责对头逐个月第一场的时阵，就咧想讲，就因为逐工咧做诶代志，逐年拢办一个台湾国诶活动，毋过就是咧想，就是今年是第5年拄办了，啊，就是想讲，办到上尾，逐个敢是叫是逐个叫来做伙佚佗尔，就是就是许热囡仔。爸母逐个做伙来佚佗，加着讲台语安尼尔，毋是呢，咱是真正要去台湾讲呢，逐个敢有意识到即个代志，咱毋是咧办一个活动，就是逐个欢喜准线尔。啊，要安怎？就是咱咧想，就是活动诶，第到第5年诶一款检讨，对啊。讲不完，时间嘛咧讨论即个问题，所以今年接即个逐个月头一场诶，就想讲对，就是咱敢家己敢有相信台湾诶建国。啊，咱办遮个敢真正是活动尔，就是咱读陈瑞生的小说，敢真正是因为伊足好看哦，我感觉看了足感动的，我有互感动着，有流目屎啊，就准拄煞继续过日子就好。其实毋是，就是其实咱毋是干那家己当做故事好听，就准煞尔啊。所以就迄个时阵才设定讲，安尼逐个月的即场，就是希望会甲讲遮较认同，就是你讲即系列的时阵。只要是即个主题是你敖讲你捌的，啊，你足了解，想要甲大家分享的，啊，会阁想要就是夹着建国即天，就是互咱有法度一步一步想象，就亲像我有法度想象，我明仔载出门运动，因为我有法度想象，好，我明仔载会知影起来洗喙洗面，穿袜仔穿鞋仔行出去。毋过，咱咧想象咱想要台湾建国，毋过就是我爱安怎才有法度做会到台湾建国？毋知，迄个感觉就亲像我袂晓厨房安尼足厉害跳来跳去，安尼我要安怎想象我家己会当安尼做？毋知，我可能爱先去学，才有法度进一步想象。啊，所以就想讲，安尼就建立即款前一日迄天诶，迄款想象，一步一步亲像我有已经做过诶代志共款，咱才有法度行到迄个台湾国。啊，了后就是，来即大出诶时阵，我就。想着，迄个咱们去嘛有做即出诶广播剧，
今年的台湾国是办伫台南府城，就是伫对，就是中西区。迄个时阵我就是旧年的时阵就若听，因为我迄阵就真正逐礼拜下早啊10点，我就真正会对来府听迄个台长因的广播。我就是若伫迄个今年办台湾国迄个地点 UI 街 hostel， 我就若伫大厅，若对迄天下早11点退房进前，先对迄个10点的广播剧，听陈雷生的作品，听台长的声，后壁因为台长足介意用食明油的音乐，伊就搁斗骂人迄个音乐，就搁规个伫迄个台南的10月的台南的迄个气氛哦。好啊，就决定明年办，就是迄个感觉，互我想着，要安怎？就我互这物件感动着，就亲像陈雷生拄则讲，伊互陈明忠迄块歌感动着，所以想要写一个小说来陪伊的心情。我互规个即个体验陈雷生的作品转化做陈文溪的用心讲着。安尼我要来办一个台湾国伫遮，因为我伫即个物件内底感受到台湾国。即个台湾国内底，就是想要咱互囡仔看到的物件，互公务员咧办的时阵，就是做伙看到的物件，就会感觉就是一切拢真好，有足侪人做伙体验着，就真正感觉嘛足感谢，尤其伫上尾，就是其实讲实在，可能是足险的，就是搁一摆提醒咱用日版，用台湾建国的即个角度嘛，当来读特别是个作品，而且强调讲啥怎咱莫安尼读，我就想到这一切嘛是，就是我妈妈头一届办对外的读册，对外公开的读册会嘛是下经10篇陈雷生的第一篇来读的时阵，就我发现其实玉琴是安怎一直讲足少人安尼讨论的时阵，其实我无感觉是玉琴愈讲，我意识到对呢，其实足少人安尼讨论，是因为阮家己的读册会内底咧读陈雷生的作品，定定就上即款咱要建国，咱要安怎的角度来读我就是讲对呢，无怪阮红即款读册会毋是阮红，就是即款读册会会互外口感觉是较无正经的读册会，所以恁无认真去讨论即个文学的艺术性本身，伊的水、伊的结构、伊的啥物，也是讲台语本身，对，你用即款角度的时阵，对毋过就是咱足欠，咱足需要，对，就足多谢，尤其安尼分享，安尼我看到陈雷生野手，就是罗汉陈雷生。我搁插一嘴吼，拄则梁公兄甲玉吉有讲着讲即个陈雷的小说，迄个题材真多方面吼。我可能玉琴讲话中间，我听了无真啊，我听了无好吼，可能有漏到的，但是我可能爱补充一个，就是讲，即个除了题材多元以外吼，还有一点就是讲，共一个题材吼，有足侪无共款的故事出来啦吼，比如讲爱情吼，咱真侪文学家爱写爱情即个物件，就骨力出无共的小说出来吼。比如讲春天煞尾面啦吼，保石婚啦吼，春天煞尾面是真沉重的故事吼，保石婚是较温暖的故事吼，红牡丹佮真艰苦心的故事吼，恐怖的故事吼，来子大出的时阵，佫是真轻松、真欢喜的爱情，种种吼，共一个题目吼，共一个人情，有个无共款的故事来看出来就对了吼。这点我小补充一下吼。对，我头一摆读新的作品，就是一篇头一摆读的时阵，那读到咱想讲，过来是要轻松，还是要沉重？我都知影，读了才知影，原来是安尼。中光遐有个野手哦。我袂去看。即个补充一点就是讲，除了即个玉金对啊讲的即几位即个陈雷文学的特色吼，我是阁有看到一个特色啦吼，可能较少人讲，嘛一直拢无机会和陈雷啊讨论过啦吼。我看到是即个陈雷啊介绍你较早期的作品内面吼，
我是会看着讲这是一个出外人的文学啊。毕竟你生活的所在，你拢是伫大部分是加拿大啊。啊，毋过你写的物件，你是写故乡台湾。啊，这伫世界文学内面，尤其是所有的作家因所谓的流亡文学，有即种的共款的情形。啊，毋过单位的文学无共款啦，伊变做讲有分做我甲分做两类啦，一类是思乡啦，然后思念故乡，啊，这个是用迄个永远的故乡，一首诗的迄个气味啊，做代表，啊，就是讲也无机会，讲较无机会去转去到台湾，硬是思念故乡。啊，第二种是返乡，就是讲转去到台湾了后，伊看到的台湾，迄当时转去到台湾的时阵，甲伊讲伊袂当转去台湾所想的故乡的迄个距离啊，迄个距离，迄个距离伊安那有时啊是怎啊变做讲一个美梦。啊，你看着较实际，较讲模样较水啊，比如讲，伫永远的故乡内面，是写讲好迄台湾拢是安尼青，规丛青，迄个田野啊，伫迄个潮水顶头咧飞啊，毋过去写伫到迄个啥物，绿川毛白灵诗迄个是塑胶本色看做鱼啊，所以迄种的心理的迄个差距应该是足大啊，尤其是我是感觉即个即返乡的即个小说我是感觉讲会当用迄个草地吹牛即篇第一篇来做一个经典啦就是讲伊怎样才希望会当转去含伊囡仔时代的英雄是讲要含伊一寡安尼讲一寡囡仔时代的情景毋过。煞怎啊？安尼感觉真失望啊！毋过伊到尾即个结局的时阵，伊个讲啊，足人啊，足人啊积极啦所以我是想讲要来甲单位遐分享来讲，大家来录经请教也好若讲用即个出外人文学即种安尼来论文学安尼敢有妥当袂？是，其实。梁文兄即摆咧讲即个主题嘛是就是 post 市民的一个特色，伊就是会写着流亡，嘿写流亡，佫有另外一个法度，就是用语言的法度来写故事。草地找牛其实较写实拄则梁文兄咧讲遮个代志的时阵，互我想到另外一篇作品，是我家己上喜意的。我头一个喜意的第一篇是《走出船》。这篇小说是完全用语言的法度来写台湾的历史，就是要写迄种离乡，内底有一只动物，想要讲是啥物？内底有一只动物是即个离乡搁转来的迄个代表。其实即个。流亡佫有语言的这种手路，其实嘛是 post 市民的作品写作的一个法度，对，其实差不多是安尼。走出船就是我家己个人上介意的，答案。我佮补充一点啦，就是讲到尾就是讲，单位有咧讲文学家上需要的一个气质种特色是啥物款？就是讲做人做人当然咱会当用无共款的即个点去甲论啦毋过像讲即个草地找牛的结尾的所在我感觉是足好啦伊毋是讲完全拢要用家己是对的观点，伊搁去替阿牛设想。讲伊敢是安那，所以才会变做安尼所以是有时咱变做讲像一寡咱伫海外转去看到较西方的世界，感觉这是较好，恁着爱照安尼做你转去到尾应该拢是会失败啦毋过若用即种的物件有一个感觉讲互相学习到尾嘛有留一个。地步讲，我想的无一定完全对
会当入去用对方的处境，过来想问题。所以迄个结果的时阵，迄个结束的时阵吼，把迄个叙述放弃吼，伫咧西石这个中间，叙述慢慢一个行出去。我感觉这是足水啦吼，这毋是干那讲是文艺的功力吼，迄是一种的迄个做人的态度吼，毋一个人生观安尼啦。阿关敢若嘛有举手。哦，乐欢阿关，欢迎阿关。大家平安，我是老台语叙述台语社的关。今仔日真正足精彩，我想讲真拍算你最近无来参加阮的读册会，阮拢听袂着遮个精彩的内容安尼。我较拄仔个经讲的，我想到两件代志。第一件代志就是 Nobel Prize 这件代志，就是伫咱即个论坛，世界台湾文化论坛的精神，就是30天或者联谊会。即其实头起先的，咱就讲着讲，安怎要达成的比赛会当去得到 Nobel Prize。我感觉你较拄仔分析的真侪内容，其实有当写伫内底，就是咱若需要真正要出去，要去参加的时阵，你的真侪观点啊，佮有内容会当你会当来倒写。过来就是第二个，就是你较拄仔讲着，这敢是咱要互囡仔读的台湾文学。我就想着讲，陈瑞生的作品，主要有人来台整理也是好，还是讲再次创作也是好。安怎来变做？伊是专门互囡仔咧读的内容，嘿。这安尼就真趣味，我希望未来有人会当来做这件代志。所以咧，我即马要请教玉琴的，就是即两个，你感觉若是咱要推荐陈瑞生去参加 Nobel Prize， 你感觉你的想法是安怎？第二个就是咱若要将新的作品推适好，咱台湾囡仔未来会当有希望的台湾囡仔，咱会当安怎做？多谢。好，是感谢阿关。嘿，就我今仔日的 slide 拢是白话字对无？我头一摆看到有人咧报告的时阵，全白话字，就是阿关。阿关大先輩，互我即个就是着即个就是我对啊，就是就感谢阿关迄个时阵嘛做即件代志。我迄个就是我就是看到你有一摆咧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分享的时阵，拢全白话我着。我迄个时阵已经有咧已经有咧讲台语写台文，毋过就是汉罗南写安尼。我想讲。我当时我是安怎无法度，迄个时阵了无法度像你安尼伫讲台语做代志对，好，感谢阿关对对好第一个问题当然我是希望讲咱会当甲新的作品推上去世界新的定着是咱台湾若要推荐互 Nobel Prize 是候选啦对，所摆咱这是定着是无问题所摆其实我嘛有想到另外一件代志，就是今年的 Nobel Prize 文学奖是互一个伫瑞典，伊是写我若无记毋对，伊是写伊是嘛是用因家己的母语咧创作的一个作家，这就互我一个足大的鼓励我嘛希望讲有一天咱会当好甲陈瑞生的作品送去 Nobel Prize 对，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讲，甲囡仔当然是希望台湾囡仔会当读到咱家己的文学作品。现在有足侪无共款的题材，所摆其实一步一步拢有适合囡仔读的作品。譬如讲拄则梁光兄讲的《草地吹鼓》，其实迄篇就真适合互国校的囡仔来读。对，佫有啥物款的作品？若是要讲较历史的我感觉强势补给内底其实嘛有真侪所在是会当甲摘出来，摘出来互就是
无共年岁的囡仔来读，嘿，啊，像拄则有讲到若是现主时啦，嘿，就是现主时的高中生、初中生来读，其实像代志大出的时阵，也是讲图书馆的秘密，遮个故事其实拢就适合，就是咱的囡仔来读，嘿。啊，我感觉我家己读陈瑞生的作品有一个过程是，头起先咧参加读册会，读到的文本是有一部分是写四角字，有一部分是写白话字。我头起先咧读的时阵，也是差不多一两篇，头起先两三篇，有需要去看就是四角字。啊，毋过落尾，我感觉我家己读白话字的时阵，较有法度甲迄个感情读出来，所摆我才会就是感觉会当对读即个文字得到伫迄个文字内底就是使用即个文字的利益，嘿，所摆才就是迄个时阵在读遮个文本的时阵，迄个文本应该是就是对迄个托朗托这边有人斗拍字，就是拍先的作品，嘿啊用白话字甲写落来嘿，啊，我家己是希望讲，若是咱要推荐先的作品，互囡仔读，其实嘛会当用即个法度，就是会当若是因为册，咱即马看到的册拢敢若有四角字，嘿，啊是就是真无彩嘿，我希望讲嘛会当互囡仔了解讲，伊囡仔定着是因咧读的时阵。定着是上直接的，嘿，因就会知影讲，咱家己的文字用家己的字写，咧读的时阵，嘿，伊定着是会较顺，定着是较会当读着内底的感情。啊，囡仔咧学习其实嘛较紧，嘿，像我会记咧秀婉姊着有讲，伊的囡仔咧学白话字的时阵，着讲即个语言较 make sense， 嘿，对，即个文字较 make sense， 嘿，对，是。嘿，对，所摆就是所以嘿是共款的意思是好，安尼敢有回答到阿关的问题？嘿是真赞的是啊！我想要讲一个，就是进前先咧有讲到，就是上次我记内底迄个牛蹄去牵迄个石墩有无？迄嘛会当改做互幼囝来读的绘本故事。啊，佫有一个就是我进前，真诶咧做动作。我进前咧，其实现在已经有受控了。我要改做 podcast 帮迄个看囡仔唱行台里的路，要做一集就是无道材的迄个故事。叫我学问无够饱，我变袂出来，到今仔佫停咧遐安尼嘿。你感觉无道材？老母三分。大母三分，无写迄个故事，大母三分，对，大母三分，对，无道材袂使来遮，安尼嘿，你袂记啊？我嘛介意，就介意迄个故事，迄个无道材嘿，就赞诶！安尼你即摆讲出来，就对人个期待哦。哎，所以，毋知陈雷生讲。拄则关嘛，佫讲，还是迄个梁光兄拄则讲诶，毋知对，敢梁光陈雷生这边敢有要回应诶？我今仔主要是要来听啦吼。呀，我是感觉讲，咱台湾的母语文化吼，其实。这个发展的路线吼，我是真乐观啦，我是真乐观，理由真济，不过我想我人生的经验算做袂少啊吼，所以我感觉我这个乐观吼，应当有理由啦吼，多谢啦吼，我足感谢。今仔日的这个节目吼，因为准备了甲这个过程吼，拢非常的圆满，非常的好。阮老伙仔吼无法度通办这款的活动，
袂当办较遮好。多谢。无，恁先若毋是先诶，恁真正个拍拼，咱即摆无法度做即哦，件代恁拢志。亚种诶，是，对。多中谢医会使做一个 ending 吼，因为即马台湾伫要12点嘛，嘿。是，安尼今仔日足多谢佑金来讲遮尔精彩，带咱进入陈雷生诶台湾人诶宇宙，对，啊嘛多谢每一个友志都会参与。好，安尼咱即马就是时间，台湾时间咧要12点，安尼咱第146回诶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就到遮。啊，就时到录影出来放送，则个请大家甲咱台湾国诶好消息、福音放送互你身躯边诶台湾人听。感恩努力，大大家晚安。感谢阮诶，感谢我来，梁公兄。咱来讨论一下。